台南市南區興南段自2017年，每年太子爺生都會定期來舉辦光會活動。這屆在知影系課欠會，嘛特別加辦一場的光會活動。上午透過議員林美燕服務處的媒合，將在1月10號在南區興南段舉辦光會的活動。需要用血是沒有季節之分的，所以今天我們特別和我們台南的太子慈善會我們這邊一同號召大家捐起我們的衣袖，讓愛可以成為最溫暖的力量。1月10號星期六早上9點到5點，在我們的太子壇地址的話是我們的永成路3段177巷29號，希望大家能踴躍的參加。那當天我們也有分，就是說一些愛心的物資，讓大家可以帶回去。同時呢，我們有視障按摩，還有我們的義剪，所以歡迎大家可以到現場共襄盛舉，希望大家可以一同把這個愛給傳下去。現場台南光會站的科長陳以純表示，最近因為少年帥的冷氣團，天氣變冷，和原本假日的光會量只剩3成左右，因此興南段太子爺共修會，甲着太子祖先協會嘛特別發起光會的活動。會辦這個捐血的，也是太子爺的旨意。我們已經從2017就從到現在，所以太子爺也知道說，這個社會因為我們都帶以社會來等於說對社會的貢獻啦，也是要有一種執行力，也就是太子爺的旨意，所以我們的會長也一直在執行這種工作上，還有一些慈善會的意義。我本身也是固定的捐血人這一次我們剛好跟議員合辦的這個捐血活動，我已經登記我是第1號因為這一次剛好是我第100次的捐血所以我3個月就會捐1次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同心協力，共同把這個活動辦得圓滿。在活動宣傳記者會中，除了主辦單位的歷史，另外市府包括社會局、民政局、甲新聞處等單位，嘛攏到場為活動來宣傳，希望民眾在1月10號踴躍前往光會。台南新聞陳奕樹、林根採訪報道。